主后2024年12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面对苦难的愿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罗马书第8章18节到30节。我想，现今这个时的苦难，甲将来得要对咱显现的荣光未必得。被造物迫切地等候上帝正子儿的显现，因为被造物袂当达到受造的目的，毋是出自因的本意，是上帝的旨意。不过，被造物还得愿望，有一日因本身嘛会受透放来脱离会败坏的拘束，通甲上帝的子儿分享荣光的自由。咱知，所有被造物到现在还做伙伫痛苦哀叫，做伙经验摧尽的苦痛。毋若受造物，连咱才会得到圣神做头水的果子的，嘛得吐气等候上帝接纳咱做伊的子儿，互咱规个人拢得到赎回。因为咱靠即款愿望得到救，看袂到的愿望毋是愿望，看袂到的哪着愿望。咱若愿望迄个看袂到的，就会忍耐等候。亲像安尼，咱软弱的时，圣神嘛有伫甲咱扶持，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，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祈求。了解人内心的上帝，明白圣神的意思，因为圣神照上帝旨意替信徒祈求。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，互遐个听上帝的人，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，拢有利益。因为上帝有先捌的人，嘛有先决定，互因甲伊的囝的形象相同，通互伊的囝伫侪侪兄弟中做大囝。搁伊有先决定的人，伊嘛甲因警调；伊警调的人，伊嘛甲因宣判做义人；伊宣判做义人的，伊嘛互因得到荣光。面对苦难的愿望，咱活点追求成功的时代，因为只有成功才会互人器重，才当吸引搁较侪的资源。譬如去甲寻找成功的投资方案，希望互资本继续成长；教会咧找成功的宣教策略，希望互教士迈向复兴。人咧找快速趁钱的方程式，希望提早退休，毋免搁受尽劳苦。一旦出现成功的领袖，总会当吸引真侪人朝圣。因为安尼，圣经学者詹思翰伫受误解的呼召中解旧约的8个呼召故事册中安尼写：人膜拜看起来若像成功的领袖，圣然伊和成功的教会领袖也发展出复制即种成就的公式。反观基督徒所信的耶稣，伫颠覆时的人来看，是100%的鲁蛇失败者，毋但互家己教导的门徒陪伴，搁受尽苦楚，互定点十字架顶。保罗伫罗马书中试图颠覆人对苦难的想象，伊讲：我想现今这个时的苦难，甲将来得要对咱显现的荣光未必得。罗马时代的基督徒备受压迫，保罗即句话拄凸显基督信仰的真谛，亲像神学家卡巴伫罗马书12册中针对即节经文的
传释。上帝的荣耀，拄好是伫苦难的奥秘中呈现出来。苦难被看作是看到基督的所在，无视苦难意味着无视基督。无视苦难意味着无视基督。即句话道出信仰的真谛，提醒咱受苦是人生的必然。无人会当永远幸福快乐，咱着亲像殉道者行伫基督的道路。但是真做基督徒了后，咱检采少少听人讲过，信耶稣袂有苦难，而且真幸福。虽然即句话真理想，却也看到人会焦虑，因为面对苦难会互人失去信心，对信仰产生疑惑。因为安尼，人面对苦难常常看到有三种方式：第一，跳化苦难，认为苦难是上帝的惩罚；第二，美化苦难，认为苦难是上帝的祝福；第三，神秘化苦难，认为苦难是上帝的奥秘，简单会当无条件顺服。但是对受苦的人来讲，苦难就是苦难，毋是审判，也毋是祝福，搁较毋是上帝的奥秘。面对苦难的临到，咱上需要的是面对苦难的仰望。保罗讲，亲像安尼，咱软弱的时，圣神嘛有伫甲咱扶持，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，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祈求。因为安尼，咱面对苦难需要的毋是人的建议，也是神学理论，是圣神的帮赞甲陪伴。即一份陪伴，诚做苦难中上大的仰望，亲像宋传圣牧师伫《生死大事》册中写的：咱无了解这位神为甚物会用阮大堵塞，但是因为这位神，咱犹原保持对世界的仰望。默想，假使苦难是人生的必然，我要安怎离苦得乐？假使苦难是人生的必然，我要安怎离苦得乐？咱来祈祷，圣神，请你来，当我无法度面对软弱苦难的时，请你安抚我的心神，互我看见天父上帝的疼无离开，互我保持仰望，甲主同得荣耀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